要真正睇得穿一間上市公司，最直接、最客觀方法就一定係拆解佢官方嘅財務報告。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我哋就會用 Better Home Finance 最新出嘅2024年年報10開耳文，仲有2025年第二季季報10Q 做一次全方位穿透式分析，數據同法律文件背後幫大家睇清楚呢間公司嘅實際運作係點。未講細節，我先總結重點。Beta 定位係一間技術為主導嘅按揭貸款公司，佢核心故事就係現時高息環境下，憑自家研發嘅 Tinman 平台減成本搏生存。不過呢，財報同時亮晒3大致命挑戰：第一，長期盈利困難；第二，資本結構好脆弱，極度依賴外來融資；第三，而且最嚴重，公司自認內部管控有重大缺陷。咁呢3點係我哋嘅分析 Beta 未來嘅時候一定要記住嘅框架。咁先講商業模式啦，要理解 Beta， 大家要搞清楚兩件事㗎。公司點樣完成一筆貸款，仲有點樣喺一筆貸款賺到錢啊？公司主要收入叫貸款銷售淨收益，英 Gain on Loans Net。簡單講 ，Beta 同傳統銀行最大唔同，就係佢並唔會長期自己揸住啲貸款賺利息，反而係做快速貸款工廠，幫你批完貸，然後即刻喺二級市場，即係房地美等賣出去嘅。賣完之後嗰個價同本金嘅差價就係公司主要利潤來源。成個業務其實係一個4步循環：第一，客戶喺網上平台申請貸款；第二，批到之後 Beta 首先要夾硬自己借一筆短期錢出嚟，呢啲叫倉儲信貸額度；第三，放咗款就會盡快將呢啲貸款包賣俾二級市場機構投資者；第四，賣到錢，公司先還咗借翻嚟嘅短期信貸，之後剩低日價先至算做盈利。同你講，呢個循環轉得越快，公司同一筆錢可以翻炒更多筆生意，效率自然高好多。Beta 總收入分3大部分，第一，最主要叫住房金融，即係我哋頭先講過核心按揭貸款賣出業務，收入主要靠貸款銷售淨收益。咁第二部分係 Beta Plus， 即係房產經紀、咩保險、租金險嗰啲一條龍價值服務，公司就扮代理人收佣，完全唔會背保險底層風險。咁第三淨利息收入啦，即係持有啲未賣貸款時短時間收嘅利息，減一減融資成本，賺個息差。睇數字前一定要知利率波動對公司嘅利潤表影響嘅，主要分2種資產價值浮動啦。一，利率鎖定承諾 IRCLs， 即係客戶啱啱申請到批唔到款之前，公司同客戶鎖定嘅未來利率，利率升跌就會影響利潤。二，持有太售貸款 LHFS， 即係已經放貸但未賣出市場價值會隨住利率轉，公司用金融衍生品對沖，比如遠期銷售承諾，希望兩邊 offset 做到利潤穩定。仲有貸款服務權MSR 呢啲收入，但依家對公司影響暫時唔算大。再嚟睇技術同揾客渠道， Beta 最大嘅硬實力就係自家天門平台。年報形容天門可以追蹤每一筆貸款檔案入邊成千上萬數據點，唔單止提高效率，仲要確保全部操作可審計、符合法規。天門主力係數碼標準化，將成個貸款流程拆細自動化，又用 API 接駁第三方數據，自動認證，確保步步合規。雖然話有 Betsy AI 貸款助手，但實際提升幾多效率有冇明確數據？財報係未有披露，可惜啦。講下 Beta 3大揾客渠道：第一， D2C， 即係網上植入消費者，網絡營銷收客；第二， B2B， 即係將 Tinman 等解決方案賣俾合作商，等其他公司都可以自己冇資源情況下做按揭；第三，就係自己有隊貸款專員，分佈式零售 Repo， 靠佢哋同客人建立關係揾生意。市場競爭極激烈，美國按揭貸款飽和得不得了，對手分4類一，傳統商業銀行，資金平，品牌大，但係流程慢，技術追唔來。二，其他非銀行貸款，同 Beta 一樣靈活，但係一樣靠融資，成本高。三，小型在地貸款商，熟地頭，有人情味，不過規模有限，冇技術優勢。四，數字平台對手，齊齊搶用戶，搶速度，搶價，最大問題係揾客成本高。咁最大風險係公司自己警告，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由於有重大缺陷，我哋嘅信息披露管控程序係無效。簡單講啦，即係管理層公開話咧，你見到嘅財報數字咧可能有誤，甚至唔可信。除咗內控爆雷，仲有其他幾個核心風險啊。首先，年年淨虧損，過往得2020年賺過錢，未來報表可唔可見到盈利仲係未知之數。其二，監管壓力越嚟越大，法規日日變㗎。仲有呢 CEO 揸30%投票權，控制好強，佢又曾捲入訴訟，亦列明係風險因素。最後，運營資金嚴重靠外部信貸支撐，而且啲協議通常好多嚴格條件，好易爆資金鏈。入正題，睇最硬核嘅財務數據，數字唔會呃人。一齊入手冊2025年第二季度10Q 報告，總淨收入係4414萬美金，對比上年二季度3226萬呢，美金收入算有明顯升幅。即使大環境唔好，業務開始反生，當中最大業務呢仍然係貸款銷售淨收益，佔3677萬，跟住係淨利息收入呢係407萬，而睇 Better Plus 個人服務呢只佔330萬，證明主線呢仍然喺貸款銷售揾錢上邊。睇埋淨利潤，公司今季蝕咗3627萬美金，雖然仍然見紅，但相對上年同期蝕咗4136萬，已經係收窄緊，意味減成本同提升利潤率見到少少成效。但係講到轉型，路仲好長。咁資產負債表方面啦，季尾公司現金加等價物有8713萬美金。最核心資產持有太受貸款4億4770萬，而倉儲信貸用咗3億7102萬。咁英國銀行嘅客戶存款有4億8204萬啦。最搶眼係股東權益首次由負轉正，去到7655萬。財報補充主要原因係本季做咗一次困難債務重組，算係賬面優化多過真現金流有改善。再睇現金流量表。今個上半年經營活動淨流出1億1350萬，公司繼續燒錢，投資活動主要買短債，加發放英國貸款，又流出3億8200萬，財務流入3億6503萬，靠客戶大幅存錢撐住，又抵消咗歸還1億1000萬可換債嘅支出。總結，公司完全靠吸外來存款頂住運營燒錢。講到最後呢，未來個分析師或者係投資人應該盯咩領先指標啊？提煉晒，重點係第一，銷售利得率 Gotham 每做一筆貸款賺幾多決定生死。第二， D2C、B2B、Neo 三大渠道結構有冇變化，直接影響成本同埋利潤。第三，融資成本，無論借倉、主信貸、定給客戶存款，咁啲錢利息係咪高過大市，直接打到利息收入。第四，對沖效果，管理利率風險時會唔會蝕到預計唔到嘅錢？咁額外值得睇啊！英國投資貸款組合嘅資產質素同處置進度，同埋千祈記得公司內控重大缺陷有冇正式公告話搞掂咗？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